不同於傳統婚紗秀，朱墨婚紗特別將發表會移到奇美博物館北側花園舉辦，現場展示10套專為當代女性打造的高級定制禮服，並結合法式庭園婚禮布置與精緻餐點，打造一場沉浸式的婚禮體驗，為台灣婚禮市場揭開高定美學的新篇章。新人當他們2個決定要一起踏入婚姻的時候，那其實是2個生命的共同並肩而行嘛。那結婚婚禮的這件事情，就是這段旅程的開始。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樣子的整合美學的概念，讓新人可以在這個婚姻的一開始呢，結婚的這段期間，是用非常非常開心的心態、輕鬆愉快的方式去踏入禮堂，而不是在這個忙碌奔波，然後苦惱之餘，然後完成他的婚禮的。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朱墨創立的這個品牌理念，我們要為我們的新人去做量身定制的婚禮。結婚對新人來說是一生一次的重要時刻，從挑選禮服、拍攝婚紗到宴客場地與婚禮布置，每個細節都得花費不少心力。朱墨婚紗整合每個環節，讓新人們不需分心各項婚宴流程。就是一般人在踏入婚姻裡面的時候，這前面結婚是最麻煩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會覺得，哎，我不要辦婚禮好了，太麻煩了，我登記結婚就好了。可是婚禮這件事情，其實會為新人未來創造很多的回憶的。所以呢，我們剛好反向的去操作這件事情，我們幫他整合了所有新人他在婚禮上面會需要用到的元素，我們幫他整合起来，而且呢，我們是統一的整合美学，就是我们的一步一步其實都是環環相扣，跟美學呼應在一起的，而不是婚紗一個款式，餐宴又是一個款式，然後呢餐廳的布置又是另外一個風格，那就會變成全部都是獨立切開來的。好，那所以我們是希望可以營造出這樣子的不同的一個商業模式，來為我們接下來的新人去做這樣子的規劃。朱墨結合藝術與美學，展現婚禮產業朝向精緻化、客製化發展的新趨勢，讓新人在步入人生新階段時，能以更具品味與風格的方式，留下一生難忘的回憶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